咁國家15.5規劃明確咁支持創新藥械發展啦，我哋香港定位為國際醫療嘅創新樞紐。我係非常支持政府計劃喺今年裏邊咧係定咗呢個香港藥物醫械嘅監管中心嘅，咁亦都支持衛生署咧，即係加多4位首長啦。頭先處長亦都講，亦都增加多30位人手。咁喺我想問咧，就係話，即係我知道第一層個審批係唔容易嘅嚇，咁亦都可能涉及大量嘅臨床數據啦。咁但係即係喺其他地方咧都即係個臨床數據可能咧要做嗰個安排咧，可能個價錢啊或者日子啊會可能短過我哋。喺呢方面點樣可以即係做好把關，可以令到我哋香港更有實力喺呢個第一層審批，想都聽多少少。另外咧，就想問下局方會否設立一個即係專責小組咧，係主動將內地一啲藥監數據喺藥物安全情況底下，即係佢提升從呢個 CDE 審批嘅一個評審報告轉化為合乎頭先局長都有講國際 ICH 嗰個標準係好高㗎啦嚇，咁亦都有權威性。點樣可以幫我哋譬如剛剛我哋亦都去過北都啦，即係雖然話唔掛鈎啫，但係你哋亦都邀請咗佢哋出席好多 workshop 啊、簡介會。咁呢啲資料會唔會邀請埋佢哋係加入呢個北都嘅行列，令到即係我哋喺呢啲無論生物科技啊，或者藥物呢啲或者器械呢啲係可以更投入咧嚇，同埋真係變成產業咧？唔該。局長。關於臨床數據咧，其實就喺做臨床試驗嘅過程咧，確實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同埋價錢嘅。咁我哋喺發展個喺河套度發展臨床試驗所同埋深圳嘅臨床試驗中心，即係一所一中心嘅時候咧，正正就係希望係用咁樣一個改革啊，建立一個咁嘅機制咧，就能夠加快嗰個臨床研究個過程。只要個臨床研究加快咗咧，亦都可以咧係會令到成個臨床研究咧嗰個成本咧係減低，咁從而咧令到更加多嘅藥物啦快啲，亦都可以平啲俾我哋嘅市民可以用到嘅。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要做到嘅嘢。至於你頭先提到嘅個北都嗰度咧，我都再次重申啦，我哋嘅藥物審批註冊咧就唔係依賴北都嗰個發展。當然啦，北都對於我哋未來個創科啊，以至個生物醫藥個企業啊嗰啲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發展空間喺度嘅。咁嗰個係一齊去到發展，一齊去到進步嘅。多謝主席。